大家好，又嚟到天蛇減碼啦！咁9月8號嘅沙田日賽啦，total 有10場嘅賽事嘅，咁就分享下第一場5班1000米賽事俾大家啦。首先呢，就係2號嘅聖多多啊，雖然就熱熱地啦，但係始終喺5班都幾惡噶。雖然就要孭到134磅啦，但係始終喺4班呢，今季已經2個亞軍1個季軍啦，賽績都真係幾強啊喺呢組入面。咁而且亦都做出最快時間1分08秒75啦喺呢組入面。賽前見佢試習呢，輕輕避一避，佢都自己好肯衝前，見到佢狀態都已經復甦啦。咁所以今次呢，一落嚟5班即刻用到布文大師傅啦，相信頭馬都會係得意之選嚟嘅。咁另一匹就係8號嘅紅海風帆啦。咁雖然呢匹馬落到嚟5班輾轉跑咗幾場都冇乜表現啦，咁但係一嚟重磅啦，二嚟其實佢上仗呢有啲塞車，咁中途呢戚一戚起咗佢，其實可以當粉筆字冇跑過嘅。咁今次即刻用到見習生黃寶嚟呢，有得減7磅，相信呢形勢上佔優好多。始終5班呢有得輕磅跑。所以總結今集一條連贏位置 Q 就係2號嘅聖多多搭8號嘅紅海風帆。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中意就俾個 like 或者可以留低你哋嘅少少心意，當係鼓勵時會繼續揀多啲好馬俾大家啦。咁大家一齊贏多啲啦，加油！